投資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劉慧芝。白楊軍事小看復起來咧，200年嘅河西生產線吼，講下來認識當季河西了解菜地嘅特產。兩夢中過後啊，天時顯面是熱發發咯。兩南台灣兩金芒飽滿嘅霧誒，已經差唔多個月拍咧哦。兩參恩是得看得到兩個國霧嘅人，是得兩個國霧基滿咧是國霧，看到嘅啊，大勢是係機器太熱烈。唔過，還係有人哦，用一個老頭白嘅方法，堅持愛用人力來割霧，還用一純手工嘅方式來打霧渣吼，同呢個霧牆巷來篩谷。像安尼啊，人講要講打霧路嘅事情哦，做乜嘅要按堅持呢？你下是要好好來問下身邊人來賓吼，一對講者，來先來請燕鵬來同條親朋友來上家問下。大家好，喺洛陽城吼，對。高雄嘅米農過來，啊平常就卡耕田種木瓜，啊15位，吼啊有啲黃泥水庫地方有帶生態導覽引導，吼啊大家來米農嘅時間做來親愛，謝謝。好，我想好家下聽哦，做有意圖嘅事情，做得來老大家來做分享哦，尤其喺我講中嘅部分啦，吼，個三行來手機嘅就係呀家用很好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蔡家陽，吼，同我今日同我先生共下來到一起嚟，吼，平常時節就同我先生種木瓜、絲圍，還有種白香蕉，吼，啊平常也帶導覽，吼，歡迎大家有機會來到米農了。哦，安陽去喏，我想吼，而家談到2-3年咯，講到而家，因為米農嘅合法哦，然後米農嘅鄉親朋友談到，聽錯不知道安陽錢能嘅吼。不過有啲講嘢講到啊，家嘅停嘅比家叫停叫走啊，家福利就蠻散數。不過家用嘅地方本身唔係行人咧吼，嘅行人講愛賺到米農嘅時節啦，有一種人講遙遙不及嘅感覺，或者講應該上到底愛賺來，也冇愛賺來嚇。用喺上塊本年都想愛賺到米農。其實當時我家娘就講我應該能就是向體量去討論講買愛過來接，其實有啲時間冇想過多，就想講啊就過來就接下來。佢下冇想講好硬係去帶到也都飛起㗎，安樣咩下好？你本來要做乜嘅其他嘅事情？講睇米農嘛，都忙做米農之前。其實睇本就上班下班啊，係哦，嗰時候做係下固天嘅，轉到米農過後，聽說也嘅經驗啊各方面啊，都冇強樣嘅嗬。嗰時候嘅下年盤唔出價，本身嗬，愛轉來講向天愛討論，大家愛討論馬上愛轉來做嘅時間。嘅下而係依家講到嘅時間，要去甲客訴講愛出價上愛轉來，一樣嘅。冇啦，因為依下都好上愛講嘅愛。專業係啊，上一過來買水果來掉，啊邊下講就拄多咩，啊就上個應該把留下來嗰度木瓜葉，係，而咱種有地方咱種下去，所以講誒啊邊係要個唔農係，係啊，所以講就係佢冇菜啦，就講誒上個過來種木瓜呢，係種係愛用人來做嘅，我媽已經要卡呀，聽講咧要人照顧啊，所以要過來種木瓜。古時嘅下都上都冇上嚟，就幾天我轉來嚟啊嗬，都進了解米農之前你做嘅了解工作也係要做埋其他嘢，都其他蔬菜。過來之前我剛才家提過公司，安尼教育訓練咧安尼公司啲上班。安陽軒嗬，古時候咧也係中央民工上下班嘅條路啊，也係大家都要吃到個安陽，他吃鹽，他強鬆2年嘅時間，我去那一料就做得去那一料哦。也下呢嗬，做係都冇下嗬，一頭先談到做按道嘅事情。唔過我安講頭下哦，轉到米農，伊講冇下做木瓜，安陽伊從細都識看。你講野外嘅種木瓜，對種木瓜嚟講會上手嘛？其實唔係講嘅句話啦，伊佢就有規矩，佢擺會聽數。其實伊種用嚟種啊，用嚟料理啊，用嚟種工作啊，其實咧對我嚟講係你完全攏冇按了解，因為冇去做嗬，用看咧真實就冇從人設計去做嘅嗬，佢都經驗嘅。哦，古時候你就安陽啊，開始種木瓜嘅時節啊，有讀到講乜嘅困難，亦係講一個木瓜品種係點樣改道啊？從近一般嚟種嘅，攏係太容易好。係啊，比如講，近家家攏係用苗子嚟咩？苗子嚟話
迄种呀吼，就比如讲，当个新的庙是咧木瓜庙的时间，我一直爱搞完工啊。系啊，除了搞完工，当然中下伊就有时诶，那种诶，该中安泰有木瓜好食，其實伊安尼中下伊都咧食8整年時間啦。哎呦，伊也方面很可能也係做乜嘅木瓜，你哎呦用樹枝夾去當佢哦。哦，伊來嘅係木瓜酵素啊。木瓜酵素，酵素酵素就係養嫩，係對養嫩用嘅。安樣型嗬，嗰種也就係示範本人看嘅意思啦嗬。講到也到木瓜啦、品種啦各方面嗬，你都要教工嘅嗬，都面同天氣也係教工嘅也部分哦，係所以一到人安樣做也係會搶工人較多。有能力咧人會安尼教工，係啊，比如講本身係冇嚟嘅能力，和冇嚟嘅體力嘅時間，就搶一個專門嘅嘅團隊嚟嘅打網事啊。哦，安樣型哦，故所也嘅，個都也面同嘅天氣來講，教工嘅限係要啦，相當要，限係要也嘅可能出價嘅也需求，睇下就講嫌下就過來了啊！好講到也一樣嘅像幾下進來我開始講種木瓜嘛解哦，你都2-3年咯，解用老年婆，你都會討論講，嗱安樣嘅種。唔講耕種嘅方式同道啊，嘛嘅安全無痛，嘛嘅按照有機嘅啦，一個人講傳統嘅日動嘅方法嘛，所以幾下你都用嘅去結天講，一下講一開始進來種木瓜，木瓜先係種好了未嗬？幾下你都用去討論講啊，用呢種嘅方式來種。其實一開始吼，嘛唔啲用嘅種，就過來就同老人家搶高嘛，用嘅去種啊，都係愛學佢哋嘅經驗咧。有個時間嘛，想同用傳統嘅方式在種，但是鹽棚就歸唔好去採藥嘅，對，所以真是唔好，真是唔好，伊就冇歸好。其實就在爸爸風在之後啊，可能就是出去叫他茶行台灣就係去一個叫他茶去。環島，哦，安樣型用睇幾多嘅時間啊？11天，11年嘅時間，好古松也計11年嘅當中，看到當道嘅東西咯，看到嘅部分都係可能都係你都耕種嘅經驗咧。係，還有就是最主要嘅看人家用嘅去搭嘅樣式。哦，你用嘅去搭樣式來留幾多學幾多嘅經驗，韓國呢可能就因去看到因了因看吼，要做啲滿道嘅菜天嘢的。係有機會啊，在東岸嘅時節啊，就接觸冇直接同農民接觸，但是就有收到一些資訊哦，就是有關有機嘅方式。嘿，所以過來面農之後啊，我哋就開始想用嘅唔用磨。今年我哋磨好撒藥嘅方式啊，就開始種有機嘅。哦，安樣佢就開始咧，一開始木瓜先種起來，慢慢嚟嚟改變一個種木瓜嘅方式咯，愛做有機嘅方式啦，嗬，也可能做藝商嘅，愛去學，可能愛去物家人哋一個相關嘅農業單位學也係用嘅，哦，幾下愛開始安樣做有機嘅時間。其實冇風咧，就冇撒藥嘅啊，然安尼化學肥料就攏冇嘢啊。除咗資料都冇種啊，就係完全都冇用到草咧。嗰個跟 Q 嘅糧食就人家講安尼期限到嘅吼，因為一般摘成人過後就冇辦法再摘嘅，也講提供落嚟就安尼就完然，應該再重新請過適合嘅天安尼重新嚟過安尼。哦，請過也適合嘅天，再過重新過來做。哦，一個天嘅現在條通嘅當中，有咗一個天來講啊，做本地想講有料一包嘅將來種也係樣嘅。一般木瓜園嘅天，就唔可以得俾中國嘅方面天愛轉做，係冇再繼續種，就係問題安樣，問題來種嘅樣，哦意思係安樣。如果幾下你愛做一個有機木頭嘅部分咯，我就想到咧，係像可能一個零沙啦，也係朋友啦，也係屋下人哦，要支持你的嘛。人哦，人該唔關啊？該唔關啊？係啊，我一聽就是會看到按度做錯，上錯答咯，這次都要3年冇認證哦。真的係。係佢難事啊，係上係佢難事。係上係進來唔係來種木瓜，唔係來耕種嘅，係進來撩嘅。啊，人調到位，將我哋急一天人叫佢嗬，其實我要做隔離帶哦。啊，邊個講上嗰度錯未？如果講人錯字咯，鼻影係嚟上來啊。下擺嗬，3本5時以為。會條係同係沙數都知啊，係喺嗰邊就慢慢嚟調同咩？比如講做創嘅就會將我哋考慮同埋講誒，
萝卜来，人错啊，嗰種拍啦咧。古時候記得佢下係唔止講以身來形容嘅來種日木瓜啦，嗬。我古時候真正嘅嗬，一個用有機嘅方式來種，頭下大家都愛食煙，嗬，一種用嘅觀念本大家咩冇按改冇按簡單啦，嗬。另外一個木瓜來講啊，嗬，其實係都而家嘅片來講係主要嘅經濟作物冇。見甜米龍講算其中之一，係加見米龍，大部分見種喺隔嗰度嘅係呢種青米小番茄。係。都聽講有種嘅都係都米農業以種得出來，種得出好食嘅嘢嘅講橄欖咩？係橄欖咩？哎呦，有好多，哎呦木瓜係一年頭天就有嚇。係，一年四季都有就2到2小嘅。2到2小，嘛時間量啊多嘛時間量。像有啲人時間較會多啊，因為溫度高咩，啊伊收成就較會急啊。係。哦，安樣去咯，古時候呢係看時節嚟嗬，唔過呢時節嚟較好食啦。嗌講人車條定高效，係較好食，較好食。好安樣去嗬，學過來都係講2歲起高效啦，嗬，2歲起高效較好食，而都講車秋天。再過來有木瓜呢種有機嘅，嗬，韓國你應該有食過呀，傳統當中嘅啲茶片食起來差到哪？有像我哋用化學嘅嗬，要食起來有個味，嗰度雖然係嗬，是木瓜好食，就對講是木瓜係有個味啦。像我哋用安尼自然嘅方式，有機方式種出來嗬，呢種味是種冇。哦，有種嘅人講木瓜味是，有啲人就因為嗰隻味是唔敢食，有機嘅種出來就唔會有安樣嘅味是。哦，真係咧，好像啲朋友而都唔識義父哦，因為幾多2、3年嗬，唔係做戲哦，佢係留日做戲嘅人，胸懷有熱情，即係對鄉土有啲熱情咯。兩公家啊，轉到故鄉嗬，唔係講單槍講中哦，係愛本一個面咯，變到行較好。家庭還有其他嘅精彩內容，我嚟留大家講到先，多兩位一起觀下聊下來。